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又到咗2024年5月10號嘅百發百中時間。咁今日咧，我哋會介紹第10場嘅 tips 嘅。咁啊，今日提供第10場嘅 tips。咁啊，第10場咧，我就揀咗一隻馬嘅，啱就攞去洗，唔啱就擺低，就係氣勢嘅。咁啊，第10場氣勢。咁呢隻馬咧就記得咧，佢就自從較早前咧就跑完之後咧就唞咗一段時間嘅，咁我覺得咧應該今日嚟講咧第10場呢隻馬氣勢咧應該今日咧喺第10場咧就應該咧就係會有表現交出嘅，我覺得。咁希望咧就今日咧呢隻馬有成績。希望大家就中意我今日提供嘅貼士。第10場氣勢，拜拜。